更大消息，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今仔日到台东，甲各界的代表来交流。因案要甲全国各地方的政府议长来食饭，讲真有可能甲郭台铭伫咧初选后第一届合体同台。另外，风声爆影，讲下晡国民党的中常会有超过8个挺郭台铭的中常委联署提案，要甲侯友宜创掉。不过下晡中常会现场虽然已经有心智会顶8个人联署，但是挺郭台铭的中常委只有屈素兰一个人到场。上尾嘛无真正来提案。郭北京出现伫咧新北市政会，侯友宜后一站会请假出发来到台东拜会，暗时会参加全国地方议长的参会。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嘛有受到邀请，两个人有可能伫咧初选了后头一遍做会出现。我尊重主办单位的安排，我跟郭董的互动一定非常的自然。最重要，我们都是中华民国派，我们都要团结面对。同心齐力。但唔知影这个话，贵党的是有同意也无？因为传出下晡国民党的中常会已经有挺贵派中常委计划要卡喉，拍上提案要求党中央将总统提名3阶段的整合做甲到。2个月以来，伫咧汇率的阵营内底整合出一组上强的人选。安尼7月23号全代会处理侯友宜总统的提名案就会停止。我尊重中常委的提案。目前已经有新地会顶8个人联署，要过下晡中常会现场挺贵派中常委全部拢无到位，敢若屈素兰到现场。朱立伦更加话讲，绝对无可能将侯友宜换掉。这些所有的活动呢，都一一安排好了，那我们大家会顺顺利利的。7月23号之后呢，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些后援会、造势大会。那我相信这些一场一场的举办，就会把这些声音消弭下去。金溥聪已经呛讲将侯友宜换掉，是存歹心。全代会到底要搞啊？国民党党内问题是要安怎来处理？大家拢等着看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